国际新闻来看，乌俄战争伫2022年的2月发生哦，有真侪乌克兰的查甫人无想要做兵，逃去罗马尼亚。这几天救援人员伫克尔巴千山救超过160个人，其中有一个28岁查甫人顶礼拜落大雪，伊伫搬山过岭的过程哦，冻伤甲真严重。伊个早一只几个月大的猫仔，加这人甲猫仔拢有活落来。 这克尔巴千山零下10度的暴风雪，翻山过岭到甲罗马尼亚北部，这18岁乌克兰查甫人杜达为闪被顶掉，被伫个深山峡谷内底，结果严重冻伤，而且体温真低。互救援人员发现，将其降落山，到较安全的所在时阵，救援人员问杜达健康状况，佮救回伊的衫，发现一只猫仔伫内底。 杜达唯一关心的是猫的状况，毋是家己。伊讲即马真欢喜，因为猫还佫活咧。即只猫仔叫做桃仔，因为杜达唯一出卵才互伊活落来。杜达为得救到脱离峡谷进前，规个5点钟一直抱猫仔，而且送去了后，杜达也只讲，请将猫仔照顾好。杜达甲桃仔被困伫山内，敢若靠雪水卫生。 得救进前4天粮食都已经食了，伊讲用得救亲像一张网共款，而且桃仔一直温暖伊的心，才互杜达有活的信念。救援人员将因送去收容中心，佮表示杜达的冻伤也佮爱继续治疗。 反倒断是桃仔已经完全好啊！事实上，除了杜达，救援人员迄一天佮找另外2个乌克兰逃兵。为俄乌战争爆发到即马，救援人员已经伫这山区救超过160个乌克兰查甫人，也佮16人死亡。而且为今年10月开始，乌克兰的征兵年岁为17岁降到15岁。 根据美联社报道，乌克兰逃兵人数恐惊有20万。在罗西亚入侵之下，这互乌克兰步兵压力是愈来愈沉重。国际新闻深入报报道。